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溜。这溜就是为顶面出落来的意思，像咱讲溜落来。另外头走，咱讲溜去；另外足骨的，咱讲骨溜溜，一个无注意就会滑倒。另外卖当讲是物件零件落去，像讲目镜螺丝溜去。有一寡字典写这字，也有另外一个音读做溜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溜酸，意思就是偷走、绕跑、选去、浪港。第二个词读做山尾溜，意思就是山顶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大家小少去爬山，大部分人一路扛到山尾溜，因为路骨溜溜，阿明阵啊先溜酸，先伫咧山骹等大家倒转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溜，另外有的字典写这字，也有另外一个音读做溜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